会告诉身边的哦，还是讲像15亿充电啊，那啊，伊充电啊，所以我甲这班烟甲行还是就考在台东师院的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以我而家有些是走硕论啊，走硕论有些是走周伯阳啊，另外个姓就个作家哈，伊也著作了。但你里面周伯阳先生当有名哦，在台家唔地吼，你讲一首歌咁子地的，伊妹妹背着洋娃娃有没有？花园里的洋娃娃的作者，娃娃国娃娃兵的作者，是会记啦。记会写歌词哎，他的曲是苏春涛校长。花园里的洋娃娃，刚开始去签遐资料，叫签字后，给大部分啲一家去狗信的嘛，去谁呢搞，以为我是诈骗集团啊，所以跟他要东西嘛。那保密开始透过苏春涛校长去跟他接触，他就把3部带的这著作旧稿给我，所以把它整理出来，点击应该周伯阳全集是讲一讲，伊可以讲个领带有关的咧。你领带也是爱抽了硕论得奖那种奈何奖助了那是很难得的那时候刚好那个陈水扁总统上任嘛所以他在520上任，6月1号就到总统府去了那就是那个文建会陈玉秀主委叫我们得奖去，但是那个的推动呢是接到天发，体育是会去所以我就介有的卖挑挑领带你看2000年到了哇，所以10年了嘞，叫很好的纪念品是到总统府阅读，但是报告做了也是书的过程